来继续来看南投县一间游乐园，昨下晡有游客坐这个水上游乐的设施意外来冰船，有4个游客栽落水。园区调这个监视器，发现这游客是故意把手甲脚伸出去船的外口，甚至来跳船，就是因为有不当的行为，才会栽落水。游乐园讲，若是正常来使用，相当的安全，呼吁民众要遵守规定。监视器翕到4个查甫人坐水上的游乐设施，有人挑工甲脚伸出去，佮破水，甚至规个人徛出去船外，想要佮起的时阵，敢若是动心无在，规只船90度冰船。好厉害哦！怎么会滑4个查甫人跋落水了后，规身躯澹漉漉，不过看起来真欢喜，边仔的朋友嘛是看甲真痛。为什么啊？他们是怎样啊？第一昨下晡，南投县出名游乐园4个查甫人升甲冰船，佮行去哩水道，朋友佮一直用水枪咧互相喷水，不过敢若就是互相攻击的时阵伤过激动，佮一直甲骹手伸去船外抵输冰船。做伙朋友表示讲，只是想要捡话啊，不过即马监视器的画面甲事实拢总压出来。那最主要是他们这几个游客不按照我们的这个搭乘规定。有一点就是在嬉闹的过程当中，不管是跳船或是摇船，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不正当的动作，造成这个船的翻覆了。工作人员虽派船来救援，不过规只船卡伫咧水道顶，已经严重影响到设施运作。游乐设施你本来就是要遵守它的这个规矩嘛，对啊，那上面其实也有标示得很清楚，就是你不能够移动或站立，那你follow那个规则，其实就不会出问题啊。不过这项游乐设施明明是真安全，嘛是真稳，水流的速度嘛无紧，设施顶悬嘛有明显标示讲袂使徛或者是离开。不过这个人爱耍，算甲全部跋落水，加在无人受伤，设施嘛无害去。不过危险的行为实在是不可取，呼吁民众就要乖乖遵守规定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